家家有好声，马莎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係 Zavi。大家好，我係燕燕。英文問哦，唔記叫冇注釋咧。唔係啊，前兩日講主題啦。真係假㗎？哦，我真動厲害呢。因為像我啊按摩汗，你看我做天台，天時天台我都連少做1點鐘，我嘴都甜到嘛，個看到個朋友我就睡覺，迄陣要煮吼，當然是食。望見攏係食啊！唔過唔愛入去啊，唔過做媽媽全冇法度啊，為到成年嘅現狀，就像講加減煮啦。講到摸汗，我老你講，我準備介紹一隻，唔係介紹啦，我帶幾來。乜啥？你嘅好朋友。有人比人用啥那麼汗？乜個意思？我的臉是不是太機車了？你懂摸汗，唔講呢，佢本來講他想要來探你的班，我說你乾脆來做菜。平常沒工作，你要下來做。哦，我看係馬莎。好，好嘛，還沒出來。我倡議夏利明。夏利明，分享夏利明。好。牛逼欣賞哦。我沒有很開心。怎麼會有嗎？我不是已經講過嗎？不可以發比我帥。哎呦，那有演到。你還有不一點？好，怎樣？你還是最帥的啦。好，往前。可以了，走得嘞。你看，走得了。畢竟高考的主持，畢竟我在這邊也要，你知道？沒啦。反正你來者是客嘛。你煮幾邊嘅hello啦。好。講笑的啦，好啦，鄉親朋友，吼，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動力好後生人，吼，佢夏利明。其實啲主流嘅電視台主持節目，當逢以外，最近本他家啲係啲偶然比賽嘛。哦，哎呀，我會主持，又會唱歌，又會打算盤，打算盤，冇凊彩講。好啦，同大家這個有隻機會，以你為主，好好介紹一下自家，好冇？哪一邊客家人？我係苗栗頭份嘅客人。哎呦，所以唔講係細細時喺桃園出世，阿張辦到苗栗咁樣。因為啊，佢自家吼，佢自家沒有主持過當到節目啊，不管是行腳啦哈，不管是注釋裡面主持過啊，注釋昨天是雖然冇教書，不過其他成分當多，吼，你下無限，你家可是都講咩吼，講你下無限時間，平常時你什麼解下多，譬如講工作啦，工作之間的時間，就是工作啊，食咖啡啊。防偏為主之後咧，我知啦，雖然講姜這位營養成分很高哈，但是常常吃也不是辦法。啊，容易好啦，根本嘅哈，英英咩給我驚喜呀！我好朋友來了，給一天的神州。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主廚可以跟我們交流什麼，不能閃閃，做得好好來，譬如講，在忙碌之中，健膽粥，營養的吃。好冇？好了，你先做一下，做來節目要貢獻一下，好冇？我今日做係東皮嘅熱量橫流三明治，真的假的？熱量橫流，其實他在瞪你了，動力在瞪你。其實就熱量東西全部喺便利商店還有超市都在買到誒。哦，你喺你就平常時正經無限的時間，把最短的時間做得做到。設定下去可以繼續往下個工作衝刺。冇錯。好啦，開始嚟做。講三明治一天要約就是吐司妹哈。我還好奇係講熱量橫流的方案，老豆你們煮肉啦，也係講乜個東西。你全部真的是高熱量哦。因為當簡單啊，所以像那種超市都會買都會 cheese，還有奶油。因為當特別因為客家節目嘛，還有啲客家特色，所以有幾種你兩邊。哦，幾點係 cheese 哈？帕瑪森 cheese。哇，這果然是熱量很牛，一定要多吃一點。有3種 cheese。OK。好，來開始做。開始哈。那先做乜嘅？兩下先2片吐司，不用兩，塗一點奶油啲蛋糕。兩邊開始不用一啲咧。油係嘛？好啦。一塊放嘛，一啲啲咧。好，你嚟搞下看你幾多。好，跟下先。老兩。一樣做啦，唔怕，唔是結。唔是緊張哈。看下包嘅嗬，邊個有成邊嘅。好。冇包嘅少踢那個。好。按做得好。兩先。細火哈，因為那個鍋子也小火好了。好。對，都小火。好。好。給片。好。你平常時自己會煮嗎？唔會。哇，講話那麼直接啊！那我們倆兩碟，然後嚟聽書。哦，好啊。好，幫你剪一下喲。好，你做咩嘛？我客家的。好啊。Q 我是不是？沒的，你倆都是
我觉得他有在公报私仇。平常在歌唱比赛的时候，我对他真的很严厉，加讲啊，对你有养吗？老师是真的对我，我是没有啦，我觉得我知道你还有上瘾吼。我认真好客家话，认真无按多，有机会佢自己又有心，佢我讲正经的啦。像因为你自己是老师级的，我要很去比赛，你自己心里头是不是也要有一点建设？哦，像佢咩嘿啊，佢自己已经係老师诶，有啲嘅配天视台按有名的主持人。嘿。嘿不嘿，给这个要放下一些身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真的，你可以下楼一下。对，没有。好，你看那种给吐司哈，加它裹奶油 cream 给面哈，然后把那一面弄到那个锅子那一面，让它煎到什么样程度？煎到有点恰恰，有点恰恰。对，没恰恰哦，恰恰它是斜斜的哦，好难得可以教老师英文，不是教老师客语，谢谢。好，哎，迄讲古所讲你英文，还有啲教英文冇？冇教诶，唔讲我自己英文喺同好，唔错。哎，我听你说，哎，你节目当中外国人啲看，像我啲看过外国嘅小朋友，唱客家歌，唱到动站。有的外国人当上来看咱节目，不过佢冇嘛在讲，请你用英文介绍一下家家有好事。冇问题。好来哈，这一集好不好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 show that hosted by two very great hosts, yeah. And it's about how you can cook very easily every day at home with some very simple ingredients, yes. And you can present some of the very best dishes. Okay, welcome to our TV show. Hello. 按到咧冇？好啦，正經啲嚟講，你喺做咧嗬，跟拿起來。好，聲音加俾本件好啦。好，哎，那個吐司哈，有一啲咧焦焦的感覺，對，擦擦嘅感覺，就變到轉來。你下不用乜嘅？你下就會不用 cheese， 不用 cheese 哈。那先，那先不用那，先不用那種誒。好，好，你這樣讓我擦個了，謝謝。你是金反一哈？他很高興，也可以命令老師。我没关系，可以。哎，你要，謝謝。拿出插口來幫你哈。好，謝謝。哎呦，懂講哦。哎呀，還自己配音是不是？金黃色的，好棒哦。應該講正經的啦，你還有不哈對客家話有研究，還甚至做一些田野調查啦，或者是說特別自家去好客家話，你知道自家做一個客家人啊，哈。你下認真客家話有參加客家歌的比賽以後，你心境上有冇很不一樣？應該就吃到，我跟你講咧。自家會較穩定，因為以前唔啲自家係客人，不過就嗰種啲哦，唔係講你平常時嘅身份冇乜關係，啊，你下開始有一隻穩定使命感，有不再是失根的蓮花哦，失根的蓮花，現在是有根的。你是不是想很久想要塞這個梗？我問到你，沒有，來，你要兩片全部都插過來，全部熱量橫流，沒有橫流不行。懂簡單有冇？全部跌落去。有這標準沒有你冇？你下哦，有啊，因為爸爸媽媽啲沒有你啦。哦，佢轉去你會自家煮嘛？唔會呢，因為轉去就媽媽煮嘅清好食啦。咁幸福哦。跟你有讓媽媽學過料理嗎？媽媽會教我，唔講我媽會。就難死啊！因為記得我煮嘅花動到細緻。開菜啦哈。香港你接來家有好食的話哈，你就會學到很多菜，很做得嘞。你剛剛不用那你先鋪帕瑪森 cheese， 你當不哈，地方該多的時間。鋪好以後呢，你再把我們剛剛買到了，其實第一超市做得買得到的 cheese 片哈，不用上去。好，撒下來。你們知道東西哦？有，等下回去就有 cheese 誒，將會出來。啊，你下咧，因為安尼行業嘛，就加一啲嘅結種。其實平常時安尼會加花生醬。哦，或者是剃頭花生醬。那譬如說你要草莓醬啦，或巧克力醬沒做得啦。沒做得。我從他講哦，佢買結種係當純嘅結種，可能會拉會有啲鹹，吼，冇點太多。好，那馬家同時係嘛？來，你要把它，謝謝，是不是？歡迎講咩啊？謝謝你。應該看佢
我可以做量啊，就提供给正经到冒汗，因为用板狗。赶时间。有想说啊，就这样子是不是？很麻，吓到我。很油哦。然后呢？跟 Noble 因为热量很流嘛，Noble 没狗俩 cream， 哇塞，你是行业就老比爱用狗。真紧。你看因为你还是一传闺女就爆了，系吗？哎呀，那其实这一传就做的，因你是了，冇引用那这一传就做的。我相信妈妈看说也是吧，我接很易做20班。佢講哦，我來啲冇就杯是面包天天。冇咧，其實做起來東方食生意。好，你行去剪一下哦。行咗個剪，行去剪。你愛用去做嘅，因為你有可能會來傳統煮嘛，錯冇？係。會讀到嘛，吼。所以，你們時常來示範一手本愛湯冇。哎呦，煮出來時間棒！你怎麼很會 Q？我創意好冇？我創意唔創意？好，孫沙剪。好，你係烘乜嘅個？我想學嗰種重感情嘅，傳統嘅感情。沒有阿哥阿媽用對沖嘅歌曲。哦，跟頭髮開啊。好。頭髮開來，腳髮那裡望。阿哥相妹身上兩山紅，嘿，很棒啊！這樣哦。阿哥唱啊，一生曖昧，艷陽那裡子，艷陽那裡子，還有嗎？正條嘅正。然後咧，你相曖昧，相啊那裡從？你相曖昧，艷陽哪裡？艷陽哪裡從？算了，然後你那好煮出來好誒。好，我家雞面哈有個cream雞面，同樣冰落鑊帶哈。喂，中馬很多熱量橫流了，因為你倆剪的時間，底部都會 cheese 就按有溶態就開始流誒。哦。今後會等下會流出，有點流出。看一下，有溢出來的感覺了。有嗎？有熱量出來的感覺了。它熟的，它熟的，應該差唔多誒。好。好，來雞皮啦，弄準備倒哎哈。好，謝謝。回，這就是客家人的做法。回，你看，這個叫回的手。回的手。對。好，好，整皮來切了。你把它弄整齊一點。好。哇，你看，有。啊，看那邊。就是聲音。你要講很糖。黑啦。啊，很糖。有，橫流的感覺。好，看那個滿標，好。好，來盛盤在這邊。你看出來要盛盤。你不會用砧板盛盤。這不是打板球的盤。還有哈，對。好。有劈到個小米嗎？有，當香，而且它橫流到刀子上哈。Oh, this one is also very good. Very good, perfect. OK。攏來丟起來。龍太甲講，太常講哦，愛搶太甲食的係乜嘅？熱量橫流三明治。來呀！山藥那個骨咧胃痛啊，或消化咁樣，哦，那啲一個痛啊，哦，充體力咁樣。係台灣的山藥吼，要注意，容易本它無強哦，要注意可能係唔好切細啲，而它比較容易鬆掉。其實今應該上嚟到痛哦，補到好輕，它輕，所以應該是冇病咧幹機啊，冇病咧走的香菇。那餅哥講，我們要做的是比較輕一點的哈，畢竟要搭配的是我們熱量橫流三明治。哦，熱量橫流三明治。哎，等下哎，怎麼啦？你是台的？為什麼？我是安逸是誰的？真的很。好朋友哎，好朋友，這本是台的。誰叫你 cue 我的？好，啊，朋友中矮一定會是啦。哎，是我喜歡的。厲害啊！後生啲那邊。後生講。
来到都讲按键来的东西是有什么好那个感受的？因为可能你加的那个 cheese 一层一层是不同的 cheese。古手讲来跟他提供，为什么你要让它那个留下来的感觉？留下来。比如怎样？热量可能有3/4。有没有传过去了？传过去了以后，好，传过去了以后，你就要好配合哦。哎，就有这种电流的感觉啊。真嘅哦，有时候给种嘛。有电流之外，还有那种热量的感觉。可以那种一直往前冲，就不用再吃别的东西。真嘅可以全部吃掉了。啊，做对啦。你说太早。那我讲动力回啦，就可以你见到个吐司切切，还个 cheese 软软，有几种动香，酸酸甜甜，都好吃。那时候懂 K P 的黑，他加了几酱啦，因为几酱哈，有点酸酸，你刚刚讲的嘛。古手讲本料感觉好像很浓郁的气势，有一点点清新的味道。来刚刚动着，黑矮一个想法，不过沙人还像主厨猪头。因为啊，来吃豆啊，我们那么忙，有时候一碗热汤，一碗有能量的汤，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要主厨就懂。他非常的细心，他每次都关心我们。我向你出来，好，用教你哈。好，顺沙教你用班啲有限的时间度做最好食的东西，好冇？好，哎，分享阿斌哥卢俊斌卢主厨。哎呦，哎呦，来帮我周边啊，斌哥。啊，斌斌问候一记就对吧？主持人好，3个还是 Q 阿门。哎主持人哎很有梗哈，很有梗。我想讲，因三餐当无限，大家都关心你。哎，你来煮几套料理来搞几，顺沙搞太假，有上是每天你无限，天时地头前妈妈有可能当无限。好，煮简单呢，又好吃呢，又可以给我们 energy。好吗？好，先煮嘛该。山药香菇排骨汤。听到山药我就爱死。又有排骨又有香菇。有香菇。香菇哦，来看一下。好，山药香菇排骨汤哈，来家煮讲的嘛哈，给你煮酱来，看下来考虑下。哎，你无限的时间煮嘛个东西，譬如讲，你蒸你也无限，你也做在炖。炖呢也唔要讲快，也讲天一传做的食，系嘛？古手讲你刚刚讲要煮山药香菇排骨汤，而且山药很重要，讲一下山药的很重要的这个营养啊或功能。其实像一种药啊是那里胃肠啊，消化嘞，对啊，可以可能里面在做下吐司，叫气死啊，很多好气死按到，你先看，上次看。冻魔汉子是东西是冻家，讲来唔讲来煮喺东南消化就错了，是冻家啦，是咧好消化的东西，可能山药那个骨咧胃肠啊，会消化样，哦，可能一个痛啊，哦，充体力样，丰收没系啊，充元气啊，体力样因。哎，师傅跟俺问哦，譬如讲，哎你讲到丰收，除非想到。枸杞，你要做的不用枸杞嘛？没做的，譬如讲枸杞、古木竹，草木，这些都是很好的食材。然后你要得东西，其实你刚刚看，你去超市买个 cheese 片，其实你买点没咁简单啦。韩国伊拿出油诶，系嘛？上高呢？哎呀，其实那个几样东西，嘿呀，快速走。山药哈，还是来切的。是逢金边咸改山药，系嘛改品种改？那你台湾的，台湾改哦，含奶猪嘛，含奶猪。师傅搞太改一下哈，你山药要腌的，用板切它。因为你讲吼，这大薯头吼，伊小小的，吼，小哥帮伊冲一下水，冲一下，伊个莫会是会黏液是会就贴，吼，还有上次遐讲可能来黏液。哦，魔法度谁按强的是用滴滴燃，用滴滴燃，哎，呀，嘿，渣是做的嘞。跟黏液吼毛做的什么？黏液，它就是有那种保湿的效果。因为不是 set 它就是。敷脸就不用了。因为啦，我们讲，因为有场是切东西哈，它危险。有场是溜这一发哈，其实很危险。好危险的。还有山药啊，其实都在上色。哎，之前有介绍过嘛，譬如讲我们去吃日式冻饭的时间。那做在上色，它可以这样磨成泥。就是山药比较可以吗？可以。但是推翻了一半给你好烧。人家推翻了。你都得是人还有吃过，还是都做的。我觉得可以吃，因为做的啦，真的可以做的是。
冬菇味，冬菇味。水果，该你是煮的啊？真嘅好食。哦，还有人啊，吃到台湾的山药吼，爱注意，容易本哈无强哦，爱注意可能迄唔切切细的，其它比较容易受不了。香菇也可以生吃吗？啊，尽量就是还是要。你怎么你很饿吃？看到都很想吃哎。真嘅好食。平常可是你每次看到气死，是看到吐司一样。你觉得你有一难食，这叫做会生嘞就不用做，所以你们都。呀，香菇咪那个切切的，伊咪涂了系新鲜的那种香菇，咪那种走的。伊听学有问我讲，做在冰了的干鸡啊，了的。其实今应该上的老汤哦，铺到好轻，所以应该是冇冰了的干鸡啊，冇冰了的走的香菇，因为走的香菇伊讲真好用，袂有色啦，干鸡咪可能袂有色，所以伊冇冰。其实会冰咪做得啦。好，切的部分都好的哈。算准备好嘞，其实咪当简单啦。伊讲米系用喺呢个好酱，所以啦香菇会食个样切切的。其实都我很可按摩hand子，细细的直接冰落去就好啦。你觉得咬一糖哎？切得很僵。哎，当然啦，有的人讲排骨。跟山药一起劈下去来当好食，其实没做得用鸡肉啦，没做得，鸡肉没做得。好，有人上的是鸡肉的法，嘿，但做的是鸡汤的，嘿，排骨是冰下去，好，先去杀过，那你一般来讲，听有讲汤那里铺好清的，所以咧排骨就先去烫过，停下去，伊咧骨髓啊，血水啊，咧都等下会变到破。所以汤袂变到黏黏样的。好，师傅跟俺问哦，比如讲我实体传，我山药是太嘞。嘿，我第二餐再放山药进去煮，没做得嘛？没做得，没做得。来讲本哈利面汤。系啦，就是讲一般煮太太喎。爱骨汤啊，吼鸡汤啊，从头开始食一碗汤，结果排骨啦，是体啦，吼山药是体。其实一汤啊，其实冇多体。你一汤啊，留咧可能溜蛋吼，我哋讲嘅煮面。还有煮糜对，系盘冰下去煮糜啊，那个其实存在，佢解是高汤嘅。咁呢個睇唔記得咗，排骨是山藥是汤係多嘅，湯係精華，這是高湯。給等下廖幫嚟就帶出嚟。你很敢講。我丟退了。你有看到鏡頭外面按抖音嗷嗷待哺？有。好，你燙一下哈，咩冇燙太熟，溶些水，還有個哈冇槍力嘅燙太去，還有乜個？還有豬肉嘅鮮味燙太。最主要係家師傅講，你嘅燙碟嚟做嘅，希望做得較清啲。好清啲，我樣意思做得咧，好，料好，料起來。一般嚟講，有啲人會想要用水這個洗過，唔是人家有洗過嘅嗬，愛洗過冇？其實有洗過，那個唔怕，唔怕哦，唔怕。Give it for 你關係啦，好，謝謝你。樣是排骨來下來啊，好，然後山藥。哦，你自己安尼成冰哦？因為呢啲東西算冰下去，等下水，好，牽過去是做得咧。哦，真嘅哦。好。鳳粥哈，其實鳳粥米下蔥，我們調一點味道。一般嚟講，鳳粥時間可能是直接做嚟做得咧。是這樣子做得，因為你講等下會攞排骨鋪本去落吼，其實係時間凍倉，所以它係時間會鋪頭到10分鐘、20分鐘啊，所以佢咧鳳粥啊，一家是要會落咧。安尼先太火，係太火本去滾，滾差唔多幾條。其實哦，太火滾咧吼。見細火，後一起本佢要滾嘅樣嘢啦，差唔多滾15分鐘、20分鐘做得。跟我先看佢滾好，我問題要問，下面有沒有問題要問？有沒有要問那個主廚？譬如講，兩一餐用2發1多錢。對，是對的。有陣時媽媽會講，我去買山藥，有陣時不是產季的時候，山藥其實當貴呢。唔該，按你洗洗，其實當貴。其實山藥。嗰產到會80 kg 左右，會是80 kg。佢加咧排骨啊，排骨好產到有100 kg，加咧香菇啊呢啲東西。你係個產到全部會差唔多200 kg 左右，200。其實當便宜啊，沒便宜。我會是1碗燉好嘅。
白人嘿，很多袂卖伊份，好，你也总係100塊。做對咯，做對咯。佢其實快一點點時間，因為你講到咧，你講用木耳來煮啊，其實哦，你好磨汗呐，嘿，好磨汗的時間，你知道，同時強龍要你用咗木耳準備好冰到，天吧，地位度。啊，係啊，你照先是慢慢嘅準備好咯。冰落去輕點，輕下去，按不下轉移嘅時間，排骨湯就落落嘅，凍出嚟。同張面線咪做得啊？係啊，你按用嘅就上做嘅，做得哈，做得，又便宜又好做。係啊，師傅嚟問哦，因為山藥對於廣東人來講，它的營養成分很高，譬如說對女生也很好，男生他可能也就是那種威爾剛之類的。還有譬如講，有建議大家講，譬如說像我煮山藥，我們都是放排骨啦、香菇，有配的東西都在搭配嘛。搭配其他的，你像山藥啊，你一般可能做得用炒的東西是是做得配到海鮮。哦，真的嗎？蝦貢啊，對那啲東西做得用炒的啊。用炒的哦。做得用炒的啊，冇是用咧普通的，一般是配咧可能雞肉啊，冇是給你一排骨啊，那種東西樣嘅。好，也火胎嘅，錯冇？金色火，火邊胎嘅。嚇，記住金色火則個蒲係冇？係，你睇咧係講，只要看到一啲啲破啊，嘅是那個撩起啦，戳起來，戳起來。係，個冰量唔怕。好。來，給，好，你下垃圾抽起來哈，個破來，起起來熄火，係是會好。安尼差唔多再過15分鐘，好唔好？係，好，還要見好熄火對啦，要輕點，好，甜甜就不給鋪樣嘅，你就鋪到15分鐘，好，等下吃看看，你排骨那快去吃看看，排骨又落麼？又落是做得嘞。好，15分鐘之後呢，你來食呢山藥排骨湯哦，冇這塊。哇，15分鐘，15分鐘其實是差唔多嘅。你剛剛講可以用快嘅來吃看看，係，看你一地你係排骨，你學開你下盤呢？嗬，來看下，凍下一看就啲油鬆喎。哦，讓你凍下看看。哦，落咧係。落嘅，看你排骨就落嘅，看快嘅凍咧就落去咧，讓你是差唔多咧。好。是挑梅嗎？哦，我哋是用一啲啲嘅鹽，讓你是做得咧，用一啲啲鹽。因為剛剛阿炳哥講，我們要做的是比較輕一點的哈，就吃起來不會有負擔的，畢竟要搭配的是我們熱量橫流三明治。好，讓你其實都做得咧，你是來擺盤咧。好香哦。盤裡面懂重要。對，我大概講餐具很重要。有想是當後設計出來用很棒的餐具，你會讓這個所有的食物都加分。你講起來，是講喺蛋槍煮山藥的話，山藥咪做得煮甜的咯？咪做得煮甜的啊，用來煮了用簡單是用了山藥啊，或是用到蓮子啊那種吼，一鋪甜的咪做得。你做得加冇用嘅菇嘛？當然啦，當然做得。好，來，掉起來。好，乜食嘛？唔係，好，龍睇下剛才唱睇下什麼嘅？山藥香菇排骨湯。嘿。秘密武器來做用簡單的甜湯，乜嘅甜？秘密武器在南瓜、銀耳、紅糖就是補血。嘿，C 單銀耳是南瓜。好，南瓜對男生就是譬如說攝護腺吶或什麼都很好。好，那我想問主廚一個問題，你知道南瓜的英文怎麼講嗎？當然唔會啊，那梗係唔係英文老師。Pumpkin。
干肉香菇排骨汤哈。我好急哦，因为我刚干到现在，嘴巴很干。赶快喝汤哈。哦，太好喝了啦！哎，你说加一啲啲嘅鹽甜甜呢？係，其實是一本來梗係佢用排骨嚟，梗係甜梅啊，要鹹嘅，佢要油啊、油脂啊，哈，那要也係山藥本身是要嘅甜，好山藥嘅甜啊，啊香菇嘅咧香味啊，嗰度其實全部精華喺度，也係通啲味。我吃到有一件事很重要。你跟阿爹煮出来时间，发现你阿兵哥他一直强调说，我要做一个很清的汤。我说讲加排骨这个汤锅以后，它的血水、它的脏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呢，我们在煮汤的时候，一直不停的让脏的东西都能够捞掉。马龙讲，你还捏甜了是。朗的时候，你要不会吃到讲，哎，好油不会。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道冷汤，吃到非常的合理。效果那个是做得的，真嘅。我相信其實電視機面前嘅媽媽可能其實你喺頭出嚟係想煮啦，所以呢我係講就係簡單嘅食材，韓國啲係應用全部啲菜，所以大家呢係講想到根本就嚟煮呢一湯，非常簡單又方便，真嘅吼，厲害嗎？超級，我說不出話來，真的。接下來這個來做一頭馬蓋好嗎？譬如說我剛剛講到說它其實可以變成冷湯，做得做鹹的，不過有時候是鹹的，譬如講啲某杯，譬如說啲趕通告啊，有便當了，我想自己帶一道，可以保護嗓子也好啊，維持體力啦，或者是說後面的甜湯有好尊貴哦。有啊，應該用辦用簡單用秘密武器來做，用秘密武器來做用簡單的甜湯，馬蓋甜。秘密武器的，他們帶出來。來等下來做南瓜紅糖銀耳露，哎呦，紅糖糊來做，什麼嘢好食㗎？南瓜，哈。銀耳露，叫嚟看下試下煮好嘅東西，樣板煮嚟啦。哇，頭叔是甜湯咧。因為啊，瑩瑩講，紅糖哦可以補血，對女生很重要，對男生一樣很重要。我覺得你們很過分。怎麼說？為什麼連兩道都是養生的？就感覺我的很像是很不營養。沒有，沒人講，我講，雙白主廚龍來講，其實這東西是很多樣化的。營養師也跟我們說過，就是吃東西不要刻意去限制，你知道嗎？你愛東西冇唔好，就是熱量。冇啦，聽到講阿邊個係為到你食嘅㗎。你要補一下，謝謝，補一下。然後聽下講到做個排骨湯啊，那度其實聽下用煮誒，其實係花時間啊，係啊，啲時間啊，固定兩嘢。因為你韓方是拿出秘密武器咧，秘密武器啦，你看，我講主廚嘅用心煮啲嘢，人家都咧講啊講，山藥排骨湯可以用電鍋，電鍋就來。他講，我們的煮湯裡面做得不用乾雞毛。乾雞出來，你看看我們多用心的節目，拍手，生氣，太生氣。不過我要講嘅係，我家講嘅一般啊，紅糖就是補血，西蘭銀耳是南瓜，好，南瓜對男生就是譬如說攝護腺啊或什麼都很好，好，特別你譬如像是營養的部分沒有攝取到的，南瓜可以補足。不過它特別的，你加上嘛，譬如講英創狗裡面主持。好，我沒唱過要主持。好懂嘅，冇睇唱過。沒有，銀耳，它就是膠質，對，喉嚨非常的好。山藥應該講會變成一好醬啊，好醬啫。其實咧，每個人強咯，你從嗰啲嘅膠質凍度，膠質凍度，所以一定係會先嚟浸水，你係會走嘅。一般嘅你講凍水看到咧走嘅，好可能佢浸過水咧，浸過水去種起來，這種你可能木耳樣嘅，切樣。其實一般你白木耳咩，全部是叫做風乾樣嘅走嘅，學嗰啲叫浸水啊，你從嚟浸水。喺保存。啲泡沫米有乜嘅技巧？都有，其實學嗰啲一定先看佢嘅色，看色，佢嘅色，總得拍，強拍，
因为香拍，你看，那你个个木料吼，效果有点蒙下样因，吼，係也係真冲的，吼，迄用东西干燥，你看你吹补晒晒干燥去洗出来吼，效果蒙下样因，你讲看到係拍，真的白色的话，哈，拍样因，佢就可能哦，漂白剂啊，那啲东西是种的，香拍出墨鱼，香拍是墨鱼卖样因，吼。伊要浸下冻结，所以那你要10几度是浸几度时候咧。其实你看，个跳下，如果伊滴停啊，伊撞起来是冻到，伊哈是了伊，然后跳下有公道，然后跳个。我安尼泡出看得出来哈。浸水浸到20度度，那都係跳啊，那啲吼。冻结吼。係跳嘅部分吼，嗰是攞去切係攞去切切，有啲係。里面其實一啲冇咧，就係安利上是食到的燕窩的口感，打碎碎就會像燕窩。係，其實有人講你係講做齋用黑木耳也可以，可以，黑木耳沒做得，東東也是，素食燕窩。沙來切切的，你皮熟睇嚟哈，皮睇嚟。它剛已凍好是黃鋪，係是講用燒嘅、冷嘅都做得。煮嘅啊，吼，鹹嘅、甜嘅。炒豬肉沒做得啦，做飯也沒做得，做飯啊，你睇人家煮湯啊。因為你黃埔哈，它難煮。一般來講，你要煮黃埔的濃湯啦、甜湯也鹹湯，我覺得先蒸過，會比較容易烹煮哈。係，那個先。不錯講，阿邊個切到下細啲，定下這個好夾啊，係下夾。來切開來，你看。可能蛋腸水煮啊，煮是做得是的，係啊，是本來是冬天的。好，要準備好咧，你切幾塊薑嘛，好。切不用薑嘛，個鹽係嘛解？伊有按個香味，好嘛，有一點點香味樣嘅。提味。係提味樣嘅，但是我今咪話鹹的係鹹的嫩薑，嫩薑。薑阿姨是做得咧，好，阿姨，還有咧。糯米、白木耳，用下去泡糯米，係先將冰下去。好。冰下去以後咧，還有對鳳湯。cái鳳湯嘅量要蠻雜。其實我呢個先冰啲啲，本佢有香味，後背吼，最後咧放落加個梅頭，辣頭來加樣時候咧，好，再加一啲啲水，好。那呢兩項東西其實當簡單，是嚟講。然後東西準備好咧，不用跳下嘅排骨湯啊，是不用嘅，按那煮，好，你啊不當簡單，看到簡單，你啊秘密出來。嘅呢枸杞，枸杞點後背，後背將來不用。哇，我們完全為了夏令營哦。好，天貓準備要幾多碗水？然後一碗是辣，一碗水，一比啦一碗，一比啊一碗。一碗咪做得，一碗做得一碟做得，反正就煮落去跌起來就差不多。其實吼，佢係時間啦吼，只係政策度，嗌你睇下切啲係豐富嘅時間，因為已當咱睇下嘅貴佢豐富未做得變下嘢啊，因為等下會打過嘛，會打過，因為講。因為講嗰啲切細個，其實吹下可能10分鐘樣嘅時候咧。下面看，我們阿斌哥有冇很細心？因為他知道你一定是整塊丟下去。感覺我們是用切啦。好，咁樣啊，加種下去準備好誒，就冰咯，天貓地位度，天貓地位度，啊同啲啲水樣嘅，啊黃埔本來其實凍未出水嘅，好，所以咪唔是冰很多，但是上來凍是好多對，咪就係冰好多對，好，嗌你咪去做。像遐南瓜泥樣嘅感覺，這種我講跳起來木耳露啊，它那是了口感，所以水冇冰很多。好，好，你準備好水咩？好咧。鹹果也差唔多，跌起，酸果差唔多幾久？差唔多係15分鐘左右。15分鐘以後含油嘛，但係譬如講冰涼，也係講出隻就用。其實我哋講半兩因，我哋差唔多冰，係個涼咧，涼咧，定下落去打嘅。打是像果汁一樣，應該跳嚟講。凍磨汗，你講，那意思一把一直鋪一台包起來，你看一包一包，好先準備好了，好先打個包到水包，不用冷凍咪做得啦。哎，天你做不用冷凍啊，上個時你看，首先出門帶一包，你看加到牛年地位度做早餐，好冇事看。
去闻那做个酱料，闻个吐司啊，抱着吐司地袂读啊。就讲中央茫茫的东西，哈，说起来冇中央。哎，等一下打吹美风哎，是种气死样，就是很夹到那吐司地这你们为了讽刺我。你会觉得你背后很多剑，就是砰砰。那我想问主厨一个问题。好，你知道南瓜的英文怎么讲吗？懂人袂啊，那该有美英文老师自己找，一定要 Q 啊！对哦，我都唔记得没有一丝丝的记忆吗？好，来，等15分鐘真啊！哈，張龍講南瓜英文用慢講哦，還有15分鐘看整個了，不邊用白語哦，不要走開。15分鐘過嘅吼，好啦，俾你記飛啦。剛講黃埔用慢講英文，黃埔的英文都 pumpkin 哈 pumpkin。 pumpkin， 我要聽阿炳講念一下。pumpkin，怎麼變 pumpkin？乜個鉗啊？乜個鉗？幾鉗啊？鉗啊？來，甜湯。pumpkin。 哦，非常好。哎，你15分鐘，就啲練了英文，你強下龍太甲講，哎，你節目懂 international， 強下另一邊要上一下字幕，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拼啊。黃埔的英文都 pumpkin， 好，咁麻煩你 pumpkin 王字，係，用以前講哈，應該15分鐘過嘅嘛，好，差唔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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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誒，除非加阿炳哥講有水嘛哈，因為加師傅講吹好15分鐘，釀完以後咧，不用別冷差唔多15到30分鐘嘛。哎呦，這個不用冷，好打好每下呢。哦，因為稍稍打好，會煎出來啊，而且熱熱的打跟冷的打，哎，下面你很餓哈。按你打出來汁其實也比較好一點，好，給你下。整好誒，不用冷誒，一定要不用別冷哦，好，差唔可以避險。因為我做一台灣都好活動。你係用乜嘅打？我用啲係調理，調理棒，對。好，迄講我看無咧體現出他辛苦地位啦，用銅匙啊。其實迄個係面，其實攪嘅袂做得啦。用果汁機嘛做得嘛，吼。不用到果汁機你袂做袂做得。日本啊，嘛感應會買調理棒哦。我哋考試嘅精力湯嘅你。係咪？係咪？按你做得嚟吼。你佢打過，你做咧背兩嘢。跟人哋感記嘛個時候，等下變裝意思咧，你用銅匙，係，當然你冇假到。很怕，他很為你着想哎。你不覺得人生？你不覺得人生很重要嗎？少一樣就少了一些樂趣，跟少一點人生的味道。好嗎？這位老師的人生不可以沒有感激，真點細心。我剛才條錢都介紹誒，天幕魚誒，心中一直掛着感激。哎呦，很強。嘿，要是冇打到凍爛呐，吼，就留掉一下。留一下，還有留一點點顆粒樣嘢。哦。還有時間還有感，還有一點點口感。師傅很問哦，像你啊懂食行，你吃一些堅果類，譬如說衛福部甜鹽粒啊，營養師給到堅果，做得不用堅果的地方，沒做得啦，沒做得。所以這樣不用，沒做得不用堅果，所以今年應該講你係干期嘅角色，干期嘅你係角色是像類似樣嘅，堅果，所以冇進水，冇綿綿，所以很有實際的口感樣嘅。意思是講，你啊，平常時帶到神後面做的神，就是這邊哪裡神？這樣我再講給夏麗敏聽。弄少因為，有我朋友會啊，做東西做細修，因為對木主當好。你還講，生吃，我覺得我怕那味道，就泡茶。哇，醬啊，你啲咪就配食啦。很香哦，來，夏麗敏。請你用英文介紹一下南瓜紅糖銀耳露哦。冇問題。好，來 Q 下，預備。Okay, this we called pumpkin brown sugar fungus soup。好來，黃埔風糖糯米露。
比啲袂水分冇冻到，所以还冻浓稠样嘅。因为有柑橘的关系，它的口感是很冻到层次的。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have this pumpkin brown sugar fungus soup. Okay, cheers. Nice to meet you, everyon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the chef. OK. 哎，真的有来到国际传堂的感有哈，这个觉。是，我差一点不要这样子，还是要优雅一点哈。因比啲袂水分冇冻到，所以还冻浓稠样嘅，所以总得有吃的。可是会有饱足感呢，跟绵绵的感觉哈，我觉得蛮好的。就像来刚讲，你别哎呦你好饿，你不是有柑橘的关系，它的口感是很冻到层次的，哈。我惊呆了，干嘛？真的很饿哎。你就是安家。真的懂后生那。香港就不会你用万讲就好了，优雅。你刚才条件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吗？你这样，哎呦，那真嘅看起来哦，很厉害哈。哎呀，你明哦，譬如磨汗啊，如果它準備好咧，用到保溫杯啲味道啊。其實上嚟學是來打開。是冷的呀，是誰做？還有啊，冷的啊，稍微穿着的。師傅不用懂厲害的東西，很多嫩薑。其實嫩薑也是熱量的來源哦，跟寒天生咩做的，宿舍水味。那南瓜其實它可以讓你有飽足感。然後銀耳呢，菇仁的還有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不只是甜品哦，我覺得它是一個保養聖品。保養品啊，這種造型啊，做皂咪做咧叫做牛奶啊，用到牛奶啲味道啊，用到咧豆漿啲味道啊，咪做得啦，都只要一些，其實是不是有飽足感的，係啊，喜歡，這麼用心，你要不要謝謝我們主廚？謝謝主廚。對。什麼張偉亮，你也把會的客家話講完是，跟沙來什麼音啊，給甜蜜來。謝謝，真的。本來講我咧國家甜甜探班，結果看素食主廚咧。雖然講唔可以煮啦，哦，唔可以啦，真的，我是應該胖。嘿呀，等下用杯，等下一上一聲。冇問題，超毛吐司可以做得這麼乾，很難。哇，快板的吐司一定要做乾脆，脆，地板又不要氣死啊，對啊，才能融化。咁樣要留一杯半。是冇。好啦，什麼意類啦哈？謝謝。你講啲客家天師係直接看到你，好，係有鹹無鹹都來料，煮位煮好勢本身。好，謝謝。不過最近上學配的三明治的料理。謝謝老師，謝謝阿斌哥。是忙啦哈，謝謝。同前面以外呢，後生然後當認真，有上時你哋開玩笑嘅時間，咩希望講大家下主題看你節目做得輕鬆，我蠻講輕鬆咧。生活地方都有當到無限嘅事情，就像記得像安利一樣嘅，喺無限唔怕，要搶時間，適好食咧，喺冇時間嘅話，記得要看好食咧，除非家家有好食。歡迎國家來主席。上來了。真的很餓吼。呢邊真見到朋友來到家家有好食，呢邊呢有愛當氣氛嘅英英老師還有雜位先生，尤其係雜位先生係愛嘅恩師哦。除了教愛唱歌以外呢，今本日還本愛有機會來呢邊學習。愛看到阿斌哥做嘅東西哦，真見動感唔同，因為真見係一隻東南時嘅人，你下做啲學到簡單又方便呢，做出來嘅方式，很辦愛沒有來吃看呢。